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所转播的棒球比赛。看棒球，学台语，听台语，捌棒球。我陈国洲非常欢喜伫礼拜下晡，甲大家同齐用咱的母语来欣赏台湾的国球。咱这礼拜要继续来观赏2023第5届三好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咱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今仔日的比赛是季军战，由着台北市对着金门关，这两支球队伫这个分组拢是第2名，但是因伫4强决战的时阵拢输予对方第1名啦所以因今仔日就是要来拼这个季军战。咱这礼拜同款非常欢喜嘛，真正荣幸再度邀请到李杰群李教练，也就是讲李phong華李教练来到咱现场。咱即马就请咱这个李教练，甲咱介绍这两支球队甲着这场比赛。李教练，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这场比赛是由台北市甲金门县的一场比赛啊。咱相信这场比赛一定是相当的精彩啊。咱安尼看起来啊，每一队拢有无愿意输的感觉，因为要争取到各县市啊，会当摕到上好的成绩啊。咱安尼看起来讲比赛若如何，成绩若好，咱转去学校也是当讲每一个县市会较好的待遇。但是咱今日咧看的内容就是台北市今日一定是派上好的投手来压制金门县这个推下手啊。但是咧金门县咧，因为咧外岛来甲台湾人员数有一点无够充足，但是咧目前咧拍到这个阶段已经是相当好的成绩啊。所以咱甲这个比赛会当交予老师来继续讲落去啊。这个我讲这拢总有10支球队10支球队9个县市来报名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关键啦今仔日应该是拢双方最后一场，我相信两边一定会使尽全力。但即马比赛马上就要来开始啊！场地来到嘉義市的棒球场，咱小休一下，马上倒来。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所转播的棒球比赛。咱今仔日的比赛这个裁判有4位主审强雅虎，1垒林成峰，2垒林孝伟，3垒林书宏。因为这个过去来咱来看到这场地那个名单攻守名单已经出来啊咱台北市的先八大顺序是1番黄少安，2番陈立敏，3番廖尚君，4番张先庭，5番林敏，6番陈亚华，7番陈文忠，8番张先奇，9番杨祖谦。成功的是台北市，成手的是金门县。咱来介绍一下金门县的守备阵容咧投手是柯书成，保守洪冠佑，1垒宋玉莹，2垒高碧涛，3垒杨振伟，右击洪家温，倒外野罗宏宇，中外野陈正安，右外野洪胜温。咱今仔日甲我配合的球评是咱李杰群、李phong華、李教練。今仔日的这个投手双方面应该拢是派出因上好的投手来争取这个最后这场的胜利。咱安尼看起来咱头拄赛前咧讲的就是金门因为外岛来啦，选手带的量无遐济啦，是，所以咱安尼看起来讲，因选手有真正人员无够，调度上有一点困难啦咱为虾米安尼讲，就是讲咱即马转播遮济场就是这投手就是这几个咧牵啦，是，咱换嘛无法度换，为虾米能力无够？第一就是讲，咱教练来控制这场的比赛，爱找同好的去你牵嘛。你无可能是找迄个去应付的迄种对比赛就无尊重嘛。你有当对袂掉啦，对啦，对袂掉，压袂掉啦对。其實你也講這個比賽照這個咱先來看這個場內這第1番哇，個強扭掉第1番強閃失的是黃少安。
好，再来轮到第2番，但入密。但是咱讲啊，遮吼，就是因为吼，足济推啊手，我真正看无，因为啥物两好球了拢不爱出推啊。那老师，咱你有甲我发现，咱定定咧教育啊吼，在这个出推啊，真正有足困难嘛？还是你判断能力真正失去思考的空间？你教练咱拢捌带过这个基层社区社团的这球员吼，你讲啊科班呢，咱一般科班较袂应出应急啦，来一球讲出去安打吼。我定定带这个，毋是讲应喙是无好啦，毋是讲会话无好啦，咱嘛咪讲像过去这种高压式的教育，但是我定定甲囡仔咧问吼，问讲啊，你啥那两好球你无爱出？伊拢讲我以为是歹球，吼，即咱画面看这个金门县的小比阵容吼，我头拄仔已经有甲各位观众介绍过啊，吼啊，我定定甲囡仔问讲。奇怪，你毋出？伊讲我以为是歹球，我讲你以为是无效啦，吼！裁判以为较是有效，所以你毋通以为，你以为你就用球掉啊，这是因定定互咱的答案啦，有印象嘛吼？所以咱毋知影讲因啊，即马读壳咧想啥货啊，吼！啊，所以吼，我拢奇怪，我讲啊，你以为无效啊？对毋？你两粒好球吼，两粒好球，咱就是讲爱训练讲伊差不多。啊，其实我会认为这是咱有当伫这个训练中吼、练习中有法度去甲因教育啊。譬如讲，咱有当练习的，咱讲这个模拟比赛，模拟比赛我会甲咱若要执行时间，咱定定一摆就好开始啊。对。对啊，吹了两好球啊，啊你两好球搁徛当啊看，哦，我就教育，哦啊一件讲，两件讲无效，吼，啊咱就会使甲吼较要求咧吼，较严格要求。这嘛免讲是，哦嘛免讲是体能的处罚啦，因为咱这本来球队吼，球队就对体能就有相当的要求。啊，比如讲啊，这囡仔你也毋听话，我就讲啊无去走2年啦。加减练一下体力的啦。是，毋是讲要硬性，讲要规定讲一定爱安尼做。对，啊，因为你讲袂听嘛，我一直甲你讲嘛，讲啊这两粒好球啊，你袂用去徛咧看啊。对，啊，咱搁甲你讲另外一种说法就讲。啊，我即马甲你讲，你袂听，啊，无你去走看卖，你会当哪走的？哪想看卖想看卖吼。啊，我就讲，有当我就讲，啊，我毋相信你体能偌好，吼。啊，第2轮，吼，有当因为咱咧 BP 吼，咱咧打球练习有当会1轮嘛，比如讲啊，我有15个球员，啊，拢拍完啊，会搁拍第2轮，吼。第2轮你搁共款，哇，啊，一个加杯啊，你本来走1轮，即摆走2轮啊，吼，我就毋相信你袂晓。啊，就是平常时咱的练习的时吼，训练啊，甲即个观念建立起来，比赛就较袂啊。但是这是非常的手段啦，因为讲啊坦白，咱咧做教育的时阵，我希望你会当听，但是你无法度听的时阵，我用别种方式，是啦，别种方式来对付你啦。哦，这是教练的用意啦。对啦，咱尽量教育啦。啊，当然即马袂使古早无共古早。啊，佫会起家动手吼，吼，啊是讲用骂的啦吼，来，咱来看卖，这球传吼一垒2出局，吼啊，这个一垒的走者，这应该是先起跑啦吼，吼，咱看伊讲出嚟来，咱来看卖者吼，应该先起跑啊吼，咱看去，但是嘛走了有较慢咧，但是可能就是二垒认为讲吼，这粒球啊传一垒就有，传一垒会使啦，做安全的摕一个出局数啊啦，啊，就2出局啊嘛，对。就是讲伊无把握要牵二垒啦，还是讲伊第一个感觉，我就是要接球要牵一垒，是安尼尔啦吼。啊，所以咱即马甲看即个牵势吼，我感觉老师你感觉有啥物无啥共款无？你讲即个收笔这个人有感觉无啥共款？收笔这应该有拍毋好啦。但是你感觉伊的徛位安尼敢对？你讲这个游击手小队徛位其实唔对，唔对吼。咱安尼咧讲就是讲，咱看较右路一点，就是讲咱咧牵势的时阵，你寻到球，你应该是你的球啊正手边做踢子，你袂当咧你的倒手边。安尼你脚只偏来踢子，啥物甲你看会到咧？你脚只偏对你走正咧，较不对啦吼。这个较右路的动作，有当讲这个 take 吼，咱讲咧踢子的这动作嘛真重要。对，真重要。因为咱安尼讲就是讲，你往倒手边的时阵，你踢子的位置应该是咧空中啦。对。但是你若转心过来时阵，你的面呢会
向迄个走者的时阵，你咧踢子你会较方便。是。哦，这咱各位观众，因为咱这个李教练过去本身就是投手，所以对一寡投手的牵涉啦，投手的投球伊有较专业的看法。你看卖，你看，即摆你无敢共款你无？以及安尼一定无法度，你踢子就靠。咱定定咧讲，甲伊若讲吼，咧触杀的时阵一定爱以骹为主啊，毋是膝盖嘛。是啦，应该是骹尖就去打背时，毋是膝盖去打背时嘛。好，游击来，咱来看卖咧，这个三垒团一垒无问题，三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一局下半轮到金门关的进攻。好，咱即摆来看到金门关今仔日这场比赛八大顺序：一番柯书成，二番宋一莹，三番洪冠佑，四番洪家温，五番杨振伟，六番陈正安，七番洪胜温，八番高撇涛，九番罗宏宇，台北市先发守备阵容。投手肖雄远，保手陈彦华，一垒张生琪，二垒林敏，三垒杨祖谦，游击陈文忠，三个外野手是陈立敏、黄孝安，甲着廖尚君。咱这个比赛伫这个最后这个关亚军因场地来到较好，来到这个嘉义市的棒球场。来，咱来看卖咧，哇，这个回车讲弄崩坑啦！哇，这一个真明显的失误对，这个台北市这个张生琪，伊这个重心伤悬啦咱安尼讲的就是讲一垒啊，因为同离迄个垒包上近啊，是你伸着规落去挡着球，你搁打咧尾时，搁会负啊。所以你即马安尼看，咱安尼看，咱讲手套一定要放喺涂骹甲起来，毋是为空中放落去涂骹。你甲讲过倒并一下啊，有当咱咧讲就是讲，只要你甲球挡啦，个球拢也会负啦。一定有机会，因为这粒球嘛拍了足紧的。是。你拍了足紧的，这个推啊手这走一垒啊，可能走2、3步安尼尔啦。是。来，二番宋玉莹。宋玉莹，马达比出来哦。一个肖雄远体格非常的好，身高190公分，哇，这个190的啦咱伊个身高肖雄远8号肖雄远，咱来看185公分，较无190啦185公分。70公斤，南港高港的学生，所以金门关这个今日有做推啊手的变动啦，咱安尼看就是一番卡足紧的，二番要用倒手的，所以今日啊，动作做倒手的用意就是要作战的，会当好作战啦。伊的一寡战术啦咱即嘛这个头垒成功这个一番就是今仔日的先发投手柯书成，因为这个一垒手的失误打上一垒垒包，即马头上二垒。这个嘛看了真水真水这个来角球啦来角球，咱古早咱球界咱就讲 in course 啦倒拍的来角球是，来，哇，是来排球其实照你讲这种二垒有人无人出强一般是会想办法互这个打者降去这个杀度，还是尤其手这边啦，因为拍到这边的话，伊这个走者较无机会通进垒啦。对。来，这球，哇！但是这球较慢啦所以敢若我都选择传一垒尔。咱安尼咧看，这就是咧拍这粒球，因为
接到啦，咱讲的就是讲拍落去捅细颗的所在啊。是。但是吼，这球毋是讲介紧啊，所以迄个速度吼，进前吼去升球了，因为伊的角度牵一垒是上好牵的。上好牵的啦。你若讲要牵二垒，可能伊的角度无好。无牵嘿。哎，咱搁看了，但是即马牵迄个一垒了吼，咱看迄个一垒走架吼，甲垒甲手臂完全相拢啊，所以咱一直即马吼，职棒定定咧看讲即个比赛吼，是毋是？一垒啊。爱走线外啦，咱袂当去走啦吼，就讲沙丘区，伊有一个沙丘线啦吼。咱就知影讲即个一垒本垒吼，本垒到即个一垒垒包吼，这90英尺嘛，90英尺伫这45英尺以后，伊外口这界外个画一条线，3英尺差不多1米啦吼，1米的画一条线啦。啊，这条线就是讲吼，你走正吼，你到尾啊，你爱走这个外口。你较袂造成妨碍手臂啦。对，嘛要去减少烧弄的机会啦，吼。啊，因为你若烧弄就搞不好，你就换就换啦，吼了。哇，这个洪家运第23垒有人，哇，去哦，这个肖雄远来加三振，这个三振非常的重要吼，因为这个23垒有人吼。肖雄远摕到这个三振，造成2出局吼，对手臂来讲压力会减轻足多对，无错。咱大多咧看，迄投手拢牵迄个较外角的球啦。咱安尼讲吼，这对方哦，这金门这个对方就拍了4番，咱咧讲，咱定定咧讲咧4番、5番、6番，中心打者。但是吼，咱安尼拍的时阵，内角球口一定较好拔，所以投手一定牵迄个外角球，互你边边角角。因为一垒是空的啦，我就讲，无一定牵较好，互你做攻击啦。啊，因为你啊讲。牵这个外角吼，就算吼你拍到嘛，较袂遐食家，对，就是讲会较捌打马啦，捌打马无会较袂着球心啦，较无遐食家啦。讲万一后你打到，有可能吼，譬如讲啊，有可能球心会出去墙啊外口，你也拔无到，可能就是一个 fly 接赛，对，就差伫遮啦，差伫遮哈。第5番杨振伟的打击2出局。哦，足紧啊，投手啊，2人出局啊，摕到2粒好球啊啦，哦，这可能就是咧骗对啊手拍了解无好势的所在啦。是，来应该一条可能就变化球。哦，无哦，共款用直球来攻击。但是这粒牵了吼，咱安尼讲拢是讲吼，牵一个内角管球啊，咱要有这个推啊手哦，小可闪一下。咱定定来甲选手讲吼，你吼莫吼推啊手，伤过专注咧拍这个球啦。对。所以要有视线上的落差。是，这正讲一个 set up 啦，一个布局啦。哎呦，一般是讲有一寡布局，就是讲我先一粒内角的关球，甲你逼退，互你这打者退后，搁来一粒外角的假球，哦，迄效果对，这就是咱讲的吼，正边的正角甲倒手边的对角线啦，对角线啦。来，哇，这个二垒接到传一垒3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二局上半，台北市的进攻，其实全名应该是台北市 A 啦吼，因为台北市有 A、B 2队啦吼。啊，我会简称讲，因为这是对着金门关哦，咱就讲台北市 A 对着金门关啦吼。啊，这个台北市 B 无进入这个4强的决赛。咱进前伫这个除了这个这个季军战甲冠军战以外吼，裁判拢是伫这个嘉义关，吼，伫这个大拿，啊，这冠军战甲季军战吼，特别刷入来市内，刷入来嘉义市比赛，而且个球场会较好，会较大啦吼，所以咱咧本垒后壁吼，迄真正是有较比咱头前看的真正加足大、加足长的啦，所以这个投手来搏投的机会呢，是毋是减少呢？就有法度呢，互迄个垒上的走者，嘿，尤其3垒啦吼，3垒就较侪机会来
撞倒来打上本垒啦。对。所以今仔日咧，这个投保爱特别吼，你若讲教练爱特别甲交代，注意动球啊，注意动球啊吼，因为这甲进前这个南华大学的棒球场较无共啊，一球搁叫这个变化球怪着，保手传一哩，因为这球落涂骹啦吼，所以一个不死的三振，三振的是入密。来个球场的时阵哦，一定要观察讲这个大球场的大细啦，大细嘿，距离是偌远。对。所以因为咱讲啊坦白，就是讲这社团的棒球呢，你无接来这个球场，所以咱必须去了解讲，会较青分啦吼，对这球场爱较青分哦。你就讲教练爱甲交代，爱甲讲啦，讲这球场的特性。对。特别讲你若讲一寡教练是有职业的经验吼，有足侪大较正式的球场，扑落咧拍的球场，你拢捌拍过，你就知影讲，你也交代讲，哇，这个球场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吼，比如讲草啊啦吼，有当讲草啊长底啦吼。讲这个内外野的界线啦，迄有一寡特性，用特别甲，是讲你本身捌打到这个球场的外野，对，用甲你过去的经验，甲这学生，甲你的子弟兵交代一下。咱对来讲吼，定职棒，你要看讲台南迄个球场啦，台南迄个球场是足久啊，做历史啊，从我细汉的时阵开始啊，你老师毋知有看到讲吼，沙蕊的界外。足歹势的，足歹势的，因为风吹甲空间的感觉拢无共款嘛，对。因为每一个球场无共啦吼。哇，这共款吼，连续2粒变化球将打者三振，伊这变化球吼，拢是落去涂骹去拐着打者啦，所以拢是一个不死的三振，保手拢爱将球，佮传落一堆，咱来看卖咧。这应该是一粒卡姆，是毋是？对，卡姆。但是吼，保手一定爱掠出去，甲做踢子。但是你咱来甲看，就是讲吼，保手徛入来线内啦，线内来去牵伊队啊。因为吼，你若无去踢子着，你必须爱去做这个动作，较完成这个出局数啦。是，咱讲的吼，咱头拄仔讲的卡姆，就是华语叫做曲球吼，台语就咱来讲做敲球啦吼。因为这球啦，弯敲啦，所以叫敲球啦吼。咱各种变化球，咱来睇这个转播会甲各位观众来甲介绍。比如讲 slider， 咱咧讲 slider 就是 slider， 咱讲华语讲滑球，咱台语叫做骨球，因为到尾也骨出去，所以老师即马咧讲的国语甲台语吼，真正的发音啦，甲讲的。词啊是无啥共款啦，包括我即马咧讲，我嘛就是爱甲做老师啊做学习啊，因为音啊甲口音拢是无共款的啦。这无一定爱学的啦，你无学过吼，你就毋捌无人生出来吼，无人出世就会晓讲台语的，嘛无人出世就会晓讲英语的啦，拢爱经过学习。哇，这球去夹着手哦，所以算一粒死球吼。但是咱安尼看起来，佢跌着手应该是足疼的，较对咧吼。有可能后来金门关的教练出来抗议后，因为伊感觉毋是跌着手，伊感觉是跌着迄个腿仔尾，腿仔尾就算法律某啊啦吼。所以咱的感觉是讲吼，除非这粒因为是定色的，你掉着手呢，应该的，若要做较合的吼。就是讲，你这个推下手爱秀手爱演，咱演戏啊演到成功啦。咱常常拢甲伊若讲吼，演到成功啦。你无演到成功，啥物甲你？这有当真直接的反应啦。对，吼，对啊，这金融关来，咱即摆吼虽然。咱即摆虽然无听到声但是你嘛知影讲，即个李高和即个助理教练就讲，哪有可能？即个哪李教练讲，跌着手，迄囡仔后迄个。后迄个囡仔拢完全无动作的，对，所以哪个一种方法就是吼，你会当甲主心讲吼，无你甲你其他的。咱来看卖者，来看这，来看卖者，
哦，有来有小可害一个啦。但是其他的方式，因为这届是4个裁判，所以你嘛会当甲问其他的雷审哈，恁讨论一下啦。啊，主审会使请教雷审嘛，请教1-3雷审来问看卖咧吼。因为我安尼讲就是讲，因为每一人看的角度无，卡的角度无共款啦。嘛有可能主审，咱比如讲吼，嘛有可能主审这粒界我伊目睭呢看无到，是。所以咱会讲。借由咱即马有4个主审啊，所以4个裁判咧，你会当去做meeting一个。一般是讲吼，你也有着捌答有声啦，而且这个阿鲁米的吼，还是讲金属的吼，加减拢有声啦。对。啊，你也踏着手是无声啦。吼，一般是安尼咧讲啦。咱过去啊，讲有咧看即个美国大联盟，啊来，咱看到即个镜头镜头上吼，即个头仔。陈文忠吼，伫一垒这陈文忠头上二垒，打击轮到第8番张生基，啊张生基就是今仔台北市的先发一垒手，就是一开始火车过磅空，吼，迄个手臂只张生基打击2个2摆，哦，一球讲了袂歹哦。哇，着空啊，一分无问题，应该是有可能2块垒包哦。咱来看卖咧，这个张生基讲出一支2垒安打，带有1分打点，台北市先摕到这场比赛的第1分。咱来看这个状况吼，咱头拄啊吼，第1个三振甲第2个三振啊，你咱来想老师讲啊，哇，这个变化球足水落个涂骹。是。但是咧，咱即马去看吼，即马2好球2歹球啊，但是这粒球就落个较悬的所在。是。所以呢，咱就讲差别是讲，你2好球咧，要推下手拍了无好势，唔是要牵好球啦。对啦，是啦。哦。啊，这有当吼，尤其这社团的。社团学生棒球吼，有当伊控球也无法好啦，伊嘛有可能是哪算讲伊要怪，但是球吼去伊这个 location 吼去伤悬去啦吼。这种的其实这种的就是一般来讲会讲 hanging breaking ball，hanging breaking ball 就是讲你球去停伫顶悬，这种就同危险的啦，去吊伫半空中的啦吼。好拍的所在啦，好拍的所在啦。伊就 hanging curve 啦吼 ，hanging breaking ball。伊这粒101，这粒看起来佫出像有一摆像 slide 吼，对，嘿，看起来有一摆像 slide 吼，你变较粗啦，吼，这粒球较粗啦，较粗嘿，嘿，啊，头拄啊，迄粒是较正面的，所以咱有时常常讲的吼，12甲6的迄个12甲6啦吼，啊是讲1到7啦吼，啊话2到8，对，吼，啊这啊讲。像这个李教练吼，李教练伊是3/4切投吼，伊迄球路咧走得更较无共啊吼，有诶佫讲，譬如讲咱2点半走到8点半，哦，这真水，真水吼，3胜结束掉这个半局，但是台北市这局摕到第1分，目前1-0。2局下半，轮到金门馆的进攻。金门馆打击的是第6番陈正安，因为咱这个转播的是高中吼，特别是社团组的比赛啦，所以咱这个李教练吼，伊较无特别成功这个铺路的吼，职业的还是讲这个驾照科班的比赛吼，会较详细甲咱介绍各种的球路，还是讲变化球啦吼。啊，但是我们趁这个机会吼，会使甲各位观众来讲吼，就是讲一寡这各种球路的台语的念法，吼，咱一般来讲 fork， 还是讲 splitter， 吼，就是华语咧讲的这个直叉球吼，咱一般台语会讲肉叉，吼，啊肉叉，吼有大叉，搁小叉，吼大叉就是 fork，
就是吼，迄个两指吼会更较开的，吼啊，这球速会较慢，啊力会力较大地，吼啊小叉是伊较无分法开，吼啊伊力会力较细地，较紧，较紧，啊速度会较紧，啊这个咧小叉，吼啊话讲咱佫讲 thinking fastball 吼 ，thinker 啊话咱台语是讲爱讲性格，吼。这一般咱来讲就是点球，吼，伊的球会点落去，这叫做吼下点球啦，吼，咱讲下沉球啦，吼，还是讲下点快速球，哇，这个三振出局。咱即马咧看迄个球速的，目前哦，即马咱迄个电视啊，迄个正手边有一个球的数字啊，嘿，一个数字嘿，啊数字会去，咱来判断这个球种，其实。咱即个看的哦，就是看讲伊的球速是差不多，统计是来到倒位吼，来做一个参考单啦，对，参考啦。但是讲嘛无一定讲真正足准的啦。是啦。但是咱就是看遐做依据，啊来做说明啦，安尼啦。是，哦，一般啊，譬如讲一个投手吼，伊快速球也有两种来，伊快速球也有两种的话吼，一种四线。一种两线，啊，咱就来看讲，譬如讲伊四线是140，吼，啊，咱来看讲，哇，伊即个130，感觉快速球，这有可能就是两线。对，好，咱讲four seam two seam，因为每一种定方法啦，一定有差别的。是。哦，但是呢，无一定讲遐要求讲选手是大家拢共款，因为每一个人的手感无共款啦，每一个人的迄个牵的方式无共款，啊，而且个身体感觉嘛是无共款，所以呢，有足侪牵法是无一定的。是，哎，哇，连续两个三振，这个肖尚万吼，这个投手。其实已经有科班的水准啦，哈，来看卖咧哈，不管是这个体格啦、速度哈，这啊，佮经过佮较专业的训练哈，我相信伊的球速要超过80是真简单啦，哈。来，这球攻出去，2垒先到团1垒3出局，结束到这个8局，咱小小者2米倒来。3局上半，轮到台北市的进攻，八大顺势轮回第一番，黄孝安的打击，徛伫投球区，同款是金门馆今仔日的先打投手柯书成。通常咧，教练咧摆迄个推压环啊，拢会去摆迄个倒手的去做一环嘛吼，上垒都较悬啦吼。这想办法咯，上垒啦吼。第一个上垒较悬啦，第二个倒手会减一步啦，是减一步啦，变会当偷走一步啦。啊，距离若愈短吼，所以上垒的空间就愈大啦，距离愈悬啦吼。啊，当然啦，较进一级的吼，较进一级的摆法，尤其是这职业的摆法，是根据这个先发投手是正投倒投来摆啦吼。因咱拢知影讲正投的伊就摆倒手的，倒投伊就摆正手的。对。有当然安尼摆啦。啊嘛有可能嘛是讲教练会去看对战，对战的成绩啦，因为吼即马成绩愈来愈侪啦。对，比赛愈来愈侪，数字是咱参考的嘛。伊这样本数也真多吼，伊职业的伊这拢有记录嘛。样本数也愈侪，伊用根据。两个人的对战的数字啊来决定讲，哇，伊对拍得特别好，哇来，这球安打，哇，这就是咱咧讲的吼。进前李教练咧讲的，就是第一个打者啊打上垒包，哇，这个机会就来啊，战术就多啊，攻势就多啊，因为我讲啊，坦白社团，你即边要拍长打的机会真正足少的啦，所以要靠作战啦，啊作战啊，成功率就愈悬啊，就有法度哈，摕到大分啦，吼。这个第2分，陈立民会打击，陈立民
老手柯树成，哦，你也看，这种战术就有可能就是好球点，歹球收啊。对，因为这个咱常常咧讲吼，这7局的比赛啊，要胜输胜赢，真正足无法度判断讲真正无一定稳赢的比赛啦。但是你有作战的时阵，你就爱去完成伊啊。好，这个来一个咱咧讲收拍啦哈。收拍，这个单立敏哈，伊第一局一起来就讲出一支中外野的安打，咱看伊是毋是有法度再度讲安打来互送队友。这个哇，这球啊厉害吼，这球啊扣吼，这球咱感觉有较外角一点嘛吼。嘛，其实我感觉上是爱合主审的胃口啦，胃口啦吼。因为我头拄我咧看的时阵吼，顶一局迄个小翔咧，咧牵球嘛是拢一直讲迄个外角啦吼。啊，迄个外角球咱安尼讲吼，保守咧神球是一个。足重要的，足重要，爱咬神啦，爱咬神啦，歹球爱神最好球啦，咱叫做讲 framing 啦，哈，就是讲投好球啦，哈，讲投好球啊，英语叫做 framing 啦，哈，你爱有能力去投好球啊，古早咱叫做投掠机，对，讲的无共款啦，古早咱叫做投掠机，去帮助吼投手啊，歹球神好球啊，出手了一个好球，是。这咱有当咧教囡仔电话嘛咧讲，哇，这球讲了袂歹哦，哇，哦，但是这个外野随砸到吼，甲伤害降到同低啦吼。咱安尼去看这个外野手吼，咱真正若心无着球的时阵啊，咱爱为后壁咱的倒手边的处甲走去。是，咱袂当走直线，你走直线的时阵，你一定心袂着，你一定爱走处啊。处甲球砸了，哦，这个球。砸了真好呢！咱来看无，头先走处啊，你为外野安尼走去，为后壁面安尼走去，所以挡着这粒球啊。是啊，但是那会这个一堆的走者，可能是判断有问题，是毋是？应该有是问题啦。啊，无照你讲，这粒应该是爱到3垒呢，伊哪会甲停伫？对，咱老师安尼讲就是讲吼，因为接球的方向是一直为线打去啊，所以伊要伸着球，伊咧穿3垒，真正无遐尼简单啦。老师的解说应该是安尼讲啦吼。是啊，而且是讲，而且一般伊讲伊这粒砸着是防止这个一垒哦，这个打者。走2垒嘛，走2垒，打者走2垒。啊，照你讲，一垒的走者应该有法度顺利走伫3垒咧，这有较奇怪一点嘛啦吼。可能咱安尼看就是可能嘛，有可能就是3垒的指导员啊，有甲讲吼，无动起来，咱有轮到后壁是3弯，有当时啊教练咧讨论就是讲，咱轮到3、4弯去拍啦。因为咱无伫现场啦吼，我甲即个李教练，阮伫点样平内底啦吼。你也伫现场，咱就可能有法度观察到讲，伊当时起蹦，伊当时起蹦，啊是安那停吼，即个球来停。因为我个人的看是安尼啦，就是讲，即个伫2垒、伫3垒，也是有差，就是讲，你也伫3垒是一个得分真好的机会，而且吼袂 force out 啦，哇，即球。哇！你看卖咧，啊，我冲咧，哇！这球，其实这球你也讲外野倒来，慢度卖较多，嘛是会使，嘛是会使，因为就是讲减少时间啦。是。啊，因为这粒球毋是讲牵了介悬，所以空间会当互传入来嘛算无远啊！你看卖咧，来这直接来吼，直接倒来。卖砸完慢度，无点好机会呢。咱安尼咱解说就是讲咱看，因为咱毋是咧现场，所以搞不好是这粒是歪去，嘛有可能啊。对。啊，老师头拄仔咧探讨就是讲吼，咱头拄仔若是讲走到2、3垒的时阵呢，有可能。哦，来，这看，哦，这绝对嘿较深啊吼，这绝对一定走的啊，这讲一个搏斗啦吼。然后所以头拄仔老师咧讲的，连续2支安打，啊，垒上呢应该是爱走到2、3垒去啦，吼。是啦。但是即摆第3分若个拍安打，所以有可能变2分啦。咱安尼咧看的就是讲，咱分数若愈加愈侪，对咱攻方是啊，愈来愈好啦。老师的意思应该是，我头拄仔第2发展的打者，我是来讲，伊讲这个安打，照你讲是
照正常是要形成1-3垒有人，对对对迄个 left 收了动了最好诶。但是你1-3垒有人有啥物好处呢？1-3垒有人有可能你双头垒，第二个讲你减一个force out 的机会，啊你也停伫1-2垒啦吼，这拢是force out，拢是封杀状态啦。对，手臂会较好守。对。所以我感觉这是因为你走垒的观念去造成啊，啊当然头拄迄支是安打啦，但是坦白讲哦，迄支二垒的咱啦，二垒的走者走在本垒吼，啊对着手臂较好的外野手，啊是讲观念较好的手臂吼，迄份我感觉会 out 到。对，因为这条球是较浅啦，是较浅啦，但是就是讲咱可能教练咧赛前有去观察到讲吼，这个外野手的筋架无讲介好势啦，较大啦哈，筋架无讲介好势，所以伊会去做这个判断啦。是。所以我是敢讲，有当咱就教育吼，有当我会甲囡仔讲，毋是讲咱袂用讲有好的结果，就袂使去探讨讲即个歹的过程。有当结果是好的，但是过程是歹的，咱嘛爱颠倒头伫这比赛哦，同好的时机就是讲比赛一结束，我就随来检讨。讲哇，今仔日，我一般之前啊咧带球队安尼啦，我会叫囡仔先家起来讲，会家起来讲啊，你今仔日对今仔日比赛感想啊，不管是讲还是秀，拢会使讲啊，对，拢会使讲，哦，啊，一般一寡囡仔就是吼，伊拢会讲伊今仔表现好，拄啦好，吼，我不要紧吼，这你表现好，我嘛甲你鼓励，但是我特别会注意到一寡囡仔伊会自我检讨，伊会讲啊，我倒一个手臂做了无好，我倒一个打球做了无好，哦，啊，这用做日后吼改善的参考，我讲这真好。来三刀接的，哇，这嘛真水呢吼。啊，但这走者嘛真正确吼，拍去这个方向绝对袂使走的。这走就等于是自杀啦。咱有一种就是讲吼，咱咧拍的时阵吼，就是甲迄个走垒员讲吼，咱拍内野，还是讲球拍出去外野的时阵，你较走啦。是。所以因为是2-0的比数嘛，2-0的比数，你论甲这个推销方是咱中心打者嘛，中心打者，所以你无必要遮尼轻功啦，莫我轻功啦吼。即马嘛是中心打者吼，第5分吼，林敏打击林敏第一件起来是吼3失，好，这支敏吼有诶念作敏啦吼，这是命中主人吼，看伊安那念第5分，今仔日台北市诶小道又击手，一出局，哇！这台北市还佫有攻势哦吼。咱咧讲吼，这攻势愈来愈济啊，分数也愈来愈济啦。啊，你咧减少连续的安打出现啊。讲就是讲吼，今日啦第3局的时阵啊，连续3支安打，即马已经攻到2分啦，而且佫是2-3垒佫有人啦，所以这局啦。一定要想办法啦！守方一定要想办法甲守起来，无分数一直开去吼，伊就拍这个7局的比赛啊，实在真正是无法度控制落。其实即马有法度接受啦，虽然3局咱来7局较添1分尔。但是咱唔该结果就是安怎啊？目前啦，目前添1分是你也讲有法度甲稳的。哇，结果无送啊呢？无送吼，无送完老多呢，这个真正有咱讲的真正大局嘛，有可能出现啦。但是有当啊这种情况吼，我也是保守，也是讲教练有当安慰投手讲，不要紧啦，安尼较好守啦吼，你也是专心你的投球啦吼，莫想伤多啦。你有当愈想吼，你等下个投下你就免去放上对方1分啊。但是即摆这个时间保守嘛当暂停去。是，对，这个经验啦吼，你个教练无法 time 吼，你保守嘛是会使。哇！来这招，哇！这出局呢？出局，哇！这个出局真重要吼，因为这是2出局啦。死了莫名其妙啦，这可能真正有暗号配合啦吼，我真正看到遮水着安尼。看到水啊！来，这球攻出去，攻去 left 哇！接了真惊险，3出局，
哦，好加在台北市较摕到1分尔，目前2-0，咱小休一下，2米倒来。3局下半轮到金门关的打击，咱看到顶半局吼，这个一队的走者实在是真无势力啦吼。假使啊，这个一队走者无去互投手甲牵制吼，他带迄粒球攻击 left 岛，搁添1分啊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真正是走垒一定要足谨慎的啦吼，因为你无必要，因为头前是有人的啊。头前2个拢有人。对啊，你迄分也毋是足重要，你也无可能直接走本垒就得分啊。你一定要经过2垒甲3垒啊。啊，就是往往是安尼吼，有当一寡走者的代志，就是讲，袂啦，我头前有人投手袂甲牵制啦，投手袂去顾我啦，吼，有当会安尼啦，所以这来看讲投手有把握无？我有当啦，吼，这社团组我有当会甲囡仔讲，莫假搞啦，我。3垒后，早只你也牵制万不离膊头咧，膊团咧，迄3垒迄分就倒来。我来甲囡仔讲，你莫假搞啦，专心啦。哇，搁一个三振吼，等于讲是包括顶半局连续4个三振，这个受到三振的是第9番罗宏宇。这是肖尚远吼，哇！这个 KKK 肖尚远目前已经摕到5K 啊！哦，这等于讲是7个出局数摕到5K。咱安尼讲，头拄啊，迄粒真正扑的真正真水啊！这暗号吼一定是有出现的啦，是咱即马咧现场咧看的，真正看袂出来讲，暗号咧看啦。对啊对啊。因为咱咧做任何动作吼，咱还去做观察啦。是。但是这个有一点就是讲哦，一垒是倒手的，所以你咧拍字的时阵是顺手的，顺手的球牵来就死啊。但是你若是倒手的，你应该两个球，佮包括一个灯芯啦，哈。哇，再度吞 K， 哇，等于是连5K啊呢。这个挥棒落空吼，这是第一番的考试成。所以咱大家要看，就是讲，你爱去了解讲，主审是爱倒位的球种啦。你一直攻遐啦。攻遐时阵吼，你等你攻了无好势时阵，推下手伊咧急的时阵，你较会攻别的啊。来第2番阿英，第2番阿英的打击。所以我头拄仔你讲，你即马来看迄个捕手一直牵迄个外角迄粒球啦。你看迄个手一头一直动，叫投手一直牵遮来啦。阿英第一件。起来，选到4粒歹球，肖尚远身材非常好，185公分，70公斤，有较瘦一点嘛吼。这也搁做一寡重量训练吼。哦，这个应该球速会搁较紧。来，咱看卖拍去小道团一队，好到咧，3出局，结束到这个半局。4局上半，轮到台北市的进攻。其实咱后咧看棒球比赛，咱往往会发现吼，有当就是前半局一个精彩手臂，迄个手臂者，有当后半局就是第一个打者。好，咱有当电啊看到这种情形哦。咱大家看到前半局吼，陈文忠尾啊，这个小度这粒接球吼。你看伊这个骹步手路吼，你看伊这个长腰射身，哇，这个完全有够顺的，完全袂拖沙。对，肯定真水啦。咱的骹步咧准扎真正扎了袂歹。扎了有够水的哈。
因为算讲伊这骹步手都是吼，哪行哪走哪行哪传吼，啊，佮牵了足准，牵了足准的吼，就是这个陈文忠吼，担任到今仔日台北市的第7番，镇守游击大关。通常的手啊，游击手的话啊，这个表示伊的能力相当的好啦。所以咱游击手呢有足侪球的角度你爱去信啦，头前后壁你爱去做外野的角度 play 啦，还是讲配合的战术啊，拢爱去收游击者。来，咱来看卖啦，游击对游击，哇，这个游击手，该决定游击手一出局。所以咱头拄仔看，咱来讲，这粒嘛是肯定算袂歹啦，哦。咱咧画面咱咧甲看了，就是讲，这粒球咧已经诶拍到伊诶正手边啦，用一个反手，反手哈，反手哈。对，拢阿妈肯定真准啊，所以咱游击手是每一队的同重要的人物啦。是，因为球哈，伊诶球通多，啊伊诶范围通宽。啊，管统济，嘿，啊，伊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讲是一个内野队长啦，哈，对，内野队长，甚至于我毋知影讲，即个李教练过去有打游击手爱负责来看即个保守的声音这嘛是有啊，来拍暗号外野，对，因为拍队友讲，我的保守的配球是安那，因为有打者，因为即个无共款的球路伊的效果会无共啦，比如讲我甲你比这个球来是啥物球外野是甲外野讲讲保守安怎配球，外野会用反应，迄嘛是游击手咧拍。通常时啊会徛位就是讲，教练会去小我甲你话啊，甲你讲你啊正边，也是你啊倒边。对。但是咧，搁第二种就是讲，游击手因为看到保守的暗号出来的时阵，所以伊知影讲今日要牵什么球啊？牵了什么球的时阵，牵的角度可能咱比如讲下来好，变化球一定是牵外角球的嘛。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讲甲外野讲，我球来啊，做一个暗号外野，我表示讲我提早做准备啦，做防守啦，安尼啦。比如讲咱有当讲即个外角球的话你若讲这正投的外角球咱就讲 left 爱注意left 爱注意，不管是倒拍的球还是讲正拍，有当会线有当这种球的，咱讲切掉，对，这种的爱注意，当然，教练去提醒这个问题啊，咁样守正边啊，倒手边，但是咧，你嘛爱去记啊。但是因为我为什么安尼讲但你拍棒球唔是。咱来看先一球安打这个讲安打是第8番张胜基咱请咱这个李教练介绍咱头拄的话题。教练是给在咧场上甲你帮助你，唔是为你拍球的啦。但是你爱去记住讲，即马即个拍安打伊拍啥物方向？是徛位爱徛啥物方向？因为数据足济，你爱去知影讲即个头一届拍啥物拍数，今日拍的感觉是安那，咱爱注意无？这是同重要，唔是讲教练伊甲你提醒的时阵，教练无遐尼济时间甲你提醒啦。尤其你讲已经拍到高中有较熟手，甚至于讲有的学长会主动去甲即个先辈会甲即个苦海啦就是讲即个学弟讲比如讲咱电来看到讲伊打击了比如讲去用三振了，伊会去甲后一番讲。你的势力是啥物球？对。甚至也讲有当徛咧用三振，讲哇，这今仔日这个主审这外角球的球你唔通无拍，无拍你就叫丢掉。这是一种帮助你家己的队伍，甲讲一寡讯息后壁人知影讲，这主审可能外角球会扣你2好球，也是讲你要针对伊什么球拍，这是做一种建议啦话讲今仔主审击球嘛拢会扣。对。你唔通随便放掉。来，即摆第9番杨祖谦是。头拄看到即个李某有拍到，伊是私立大同的学生因为台北市有2间大同高中啦一间是私立，一间是公立的。来一球共款三振这嘛直接手举起来，因为即个一垒有人伫即个无出局佮一出局的时阵，一垒也是有走者的话，
就无不死的三振。吼，因为这规则啥啦，讲一队有人伊无不死的三振，因若无这个规则吼，咱捕手会使故意漏球来造成枪杀。对。迄足侪规则拢有伊的用意伫咧啦，吼。所以咱头拄仔咧看啊，这个就是一个变化球、歹球啦，三振啦。但是咧，第三球的时阵咧，迄拍安打，迄是一个变化球的好球啊。所以两好球的落差差咧，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啊，大家拍了好，较拍无无好势安尼啦。来，这球咱看来咧，甘会虎，哇，结果算一支得手安打啦吼，拍了无讲介营养吼，但是6点真好。对哦。来讲出安打的是第一发黄孝安，即马走者应该是，吼，应该一队的走者应该是敢若停伫二垒尔吼。对，因为这个球伤浅啦。是。哦，这浅的时阵，你面头前，你家己爱小去看讲，你会当走，袂当走。是。来轮到第二发，但入密。咱头拄讲的迄种球哈，迄种球咱一般来讲叫做杀术，吼，就是讲杀术，毋是咱咧啉的汽水哦，毋是咱咧啉的饮料哦，吼，咱咧讲的杀术是来自即个日语的 take 杀术，吼，就是德州啦，吼，英语讲 Texas， 吼，德州安打，啊，德州安打就是即个拍迄个所谓即个三不管的地带，吼，就是三个野手拢无法度去掌握着啦，吼。啊，甚至于有当是2个尔啦，吼，有当就是讲2个伊嘛会算啦。啊，其实头拄啊，迄条球迄种位置啊，一般就是讲，即条球可能倒外野，有可能是三垒手，有可能是游击手。对，所以叫做三不管地带。咱若拍着空，拍着无人的所在，几乎咱逐个拢会讲，这是真正真幸运，真幸运，对，拍着这个位置嘛是真好势，是哦。但是安打若无去记讲，你拍了阿达你也是无阿达你。无啦。定我迄阵也有记的讲吼，有一个打者，咱莫去讲迄个名啦，有一个打者讲吼，教练，我今日阿达你有够歹的，我甲讲吼。你今日3支哩呢？啊，我甲回答讲，啊，真正3支哩嘛是安打啊。是啊，对无？啊，你讲接到嘛是安打，伊记录内底无可能甲你写接到安打无安打啊嘛，对毋对？安打就是安打，你莫去想迄个结果论嘛。是啦。来2好2歹，1垒6人，1球。但是咱的想法可能伊要求讲，我阿达你会当好。是啦，咱一般是咧讲的，就是讲你先要求，有当囡仔就讲出球，我讲其实讲了袂歹，6点无好啊，这个运气歹。运气嘛，咧棒球本早就是好甲歹尔，结果论是好的就好啊。但是有人去想去计较这，咱就无法度啊啦吼，因为每种咧思考空间无共款啦。来，1球，好来，看卖咧不死三振传1垒3出局。金门馆同款无摕到分数，咱小小姐念念倒来。4局下半轮到金门馆的进攻，咱甲各位观众见证一下，顶半局是台北市的进攻，无摕到分数是台北市。好，台北市伫即个2局、3局分别摕到1分。好，伫即个第1局、第4局拢是吞下亚2。啊，目前金门馆前3局其实拢无啥物攻势啦，后来机会。敢会机会来啊？为什么咱大家咧讲的时阵无啥物机会，机会就落来啊咧？是啊，吼，这是真正足歹讲的啦。吼，咱棒球真正，嗱对方若要送好你一个吼保送啊，你就是表示啦，状况啊，机会过来啊啦，吼。其实伫第1局吼，伫第1局一开始一个失误，一个
一个保送嘛是有啦吼，嘛是第一局金门关嘛是有人去打上这个得分位置啊吼。但是咧，垒上的人，垒上啊是无离分的啦。但是就是推下手呢，爱去想办法啦，甲做进攻，做攻击啦。啊，攻击吼，推下手吼，法度离分嘛。啊，因为你若无离分，等于是讲，这场一直无离分，嘛无安打的时阵，就表示讲你这场真正状况无讲介好势啦。这有当咱咧讲啦，咱讲我投手吼，我投手搁安那厉害，队友。啊，无法度帮你摕到分数，你嘛无法度摕到胜利啦。对，所以你投手爱牵的时阵吼，你有秀起来；推下手有攻的时阵，你会较好牵啦。是啦。但是你如果是讲啊状况啊，对方啊送你遮济状况啦，无离分的时阵啊，你这个状况呢，可能对你若无离分，就去逼到对方啦，一定要甲你离分，想办法离分啦，吼。即马叫球跌到的是第三番洪冠优。洪冠优这个方法员吼，做一个简单的处理，一摆卡一摆打上一堆垒包。但是你有当卖讲，伊卡一摆，有当这是一刻里了，就开始施展伊的卡顶，头上里对。通常时啊，我拢会甲因仔讲，啊因仔哦，你空歪掉，还是讲啊，弄掉安尼啦。我拢讲，你有法度无？啊，你无法度，换人好唔好？伊就讲，喂，因为我是这种方法是要，互因仔讲，其实你去用拍掉，也是安那，是无种足重要的。但是呢，你这个精神爱伫的啦。对啦。你的精神爱伫。精神爱伫的。但是咱会最后咱会去判断讲，这个因仔受伤是真正严重啊，无严重。对，有囡仔真好强啦，吼。啊，有囡仔吼，到5米手的啦，就爱耐啦，教练该笑的啊，所以咯，就是爱去了解讲选手的个性啦，啊去掌握啊一个球队啊，足侪人的习惯性安尼啦。这教练就是讲，你唔拿爱会晓带伊的技术，你嘛爱带伊的心啦。对，咱去迄个平常时啊去观察讲伊即马伊的行为是安怎位的。咱来看到这个外角位置，哇，这实在是一直讲金门在打架吼，拢无法度对付到这个肖雄万这粒球。你看，因为要出腿啊嘛，是伫这个吼，嘛是要搭尾吼。对啊，所以咱咧拍的时阵应该爱有对策。是。啊，对策啊吼，伊今摆牵哪甲球其实比率无悬啦，你伫。保手你看，伊直拢一直啊，其实你就是爱较趋向进前。来，即马咱来看，我就比个位置，一球攻出去，来看卖咧，哇，nice哦！哇，这球接了真水哈。一路的走架嘛，走了袂歹啊。咱来看就是讲吼，你也袂当走，你差不多走一半，啊，你去观察讲，这了有神对无？如果你这了若走一半的时阵，你可能无法度转来一路。咱即马来看这画面啦吼，1/3，你看。来，你看要神对哦，蹲掉紧，但是咱家咧看，拔伊若是讲吼神掉了吼，无好传啦，无遐尼滚遐尼济人啦，吼，可能一队可能就有空间出局啦，吼，所以咱安尼讲保守差不多爱个减少2步。因为拍伫正外野啦，你若讲今仔日你是拍伫倒外野，哦，还是讲中外野较深的所在，你的力度就应该较远一点嘛，你可能赢一半，你用来一半来看吼。因为有当往往是安那，有当讲，譬如讲拍去圣达，你也有当离一堆伤近，万一落啊一团离队嘛是封杀啦。对，迄是无记安打的。对啊。杨振伟，有啦，有当啊杀数的话，记录组嘛会甲你记安打。但是有可能蹭传啊，你蹭传的时阵伊变写不是。伊记录组，譬如讲我今仔日哪要接哪唔接着，结果倒伫遐。落落来，记录组嘛，甲你记录组会甲你记安打去啊。所以就是爱当时采记录组的采。对啦，其实照你讲，这是一个咱来讲，一般是讲野手选定啦。对，一个野选啦。记较暗的时阵是。对啦，系啦，是野手选定啦，吼。啊，你也要记较厉的，伊讲无啊，这明明是安打，是你家走了无好的。对。哦，有当讲你走了无好啊。啊，一般这种。学生组的吼，还是讲社团组的，拢会较
较宽松啦放较灵啦，较伊放较灵啥啦？因为讲该记15我无甲你记15，啊该记安打我甲你记安打，啊双方面都做欢喜的。对，你个拢做欢喜的。哦，我这球是安打，哦，我这球我无失误，对啦，互恁双方面拢真欢喜啦。哇，你看嘛，这个球啊，就是我讲这个位置哈。迄根本拢是拍无的啦吼，所以你真正已经来到第4局啊啦。第4局的时阵，你真正要去了解讲，即马投手啊主心球的位置是安怎啦？你也无法度吼，你也无法度来克服这粒球吼。我看金门馆这场会足歹拍，来看卖咧，这球攻击中外啊，哇，好加载有接到。3出局结束着这个半局，金门馆甘款摕到亚人。4局结束，台北市目前2-0。暂时领先着这个金门馆啊，咱即马中场就先请咱这个李杰军，也就是咱过去大家都所知的李phong华李教练，甲咱做一个简单的讲评。李教练，今日啊，这场比赛哈，目前啊是4局的2-0的比赛哈，双方的投手拢牵了非常的之好，但是哦，咱会当看的就是讲吼，咱投手去符合哦。主心的牵球位置啊，来抢到好球啦，互推啊手无好势，拍袂好势，这是投手的牵球的撇步啦。但是吼，咱来看就是金门馆的投手呢，也减少吼连续安打的出现啦。啊，咱即马咱拢知吼，因为金门馆一直无法度突破这个台北市先仔投手肖尚远哦。伊的球威啦吼，所以吼，伊即马其实相对的即个金门馆吼，嘛无失分的空间吼，因为2-0都用要拍袂赢，伊也分数阁失去吼，更加无可能讲挽改啊。咱就知影讲即个比赛吼，是因即场最后一场啦。我相信吼，双方有可能会阁甲因同好的选手，或者是投手阁派起来啊，咱。李教练，你有啥物看法？目前为止，咱去看到一点，就是讲吼，这4局内底吼，咱台北市的投手较轻51粒球尔，但是咧金门县呢，因为人数无讲遐尼济，这个6号的投手呢，目前已经轻91粒，甲来到要破100粒，敢真正有空间继续牵落去咧？啊，所以吼，咱拢知啦吼。当然，因为这4局2分吼，会产生虾米变化，咱也唔知。啊，到底结果会如何？互咱继续搁甲看落去。5局上半，各位观众，你收看的是公司台语台所转播的2023三号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轮到台北市的进攻，咱头头看到前4局双方的数字吼，即马金门馆也是一个无安打的比赛。哇，这是台北市这场第8支安打，讲出安打是第3发廖湘军。咱顶届咧，咱头拄仔咧讲的就是讲吼，投手已经到90几粒球啊，但是个即马已经拍到第3轮啦。这是毋是体力上的真正有受到考验呢？是。哦，咱真正爱甲投手的粒数、球数啊，做一个控制。伊的用球数哈，伊的用球数算讲用了真多啦哈。咱大家看嘛哈，除了会使讲你4局用超过90，就等于讲你1局拢超过20粒吧。平均测你就超过20粒吧。好，所以伊这个。金门县这个投手吼，考书成应该是牛条有投手咧烧啊啦。来看卖咧，喂，这球袂歹哇！这球算是一个失误啦吼，一个杀到这条球选择传二垒，所以咱咧讲吼，讲这个有可能是正顺，啊嘛有可能是走这个速度吼，对这个手臂方产生压力啦。对。哦，咱来看卖咧。看这个慢动作，
哦来，三垒手接到选择传，哦，你来看，真正有较接近一点嘛啦。是是是，结果一个15吼，一二垒变有走者啊，无出局。过来轮到第5发，林敏的打击。咱即摆咧看的就是讲哦，因为到后壁的时阵，你真正爱减少失误啦。是。哦，咱安尼讲就是讲，迄粒球如果若是讲二垒传袂习惯，传袂赴的时阵，你袂当传一垒。传一垒啦哈。但是因为你目睭看的感觉是会当传二垒，但是你的速度，你的动作你要看较紧一点。有当你想会到，无一定做会到。对，无一定做会到啦。啊，即马第5番把它比出来哦，哦，会选择真明显吼，是一个手拍吼，咱就是讲咱一般台语咧讲的讲 massa， 哦，还是讲日语的 basta， 英语叫做 fake bounce， 还是讲 slash， 啊，即个社团组的即个囡仔咧做即个手拍吼，我感觉因定定往往有一个毛病啦吼。咱手拍吼要较有效率，就是讲你身躯袂用起来，因为你即马把它比出来吼，你啊个手要拍吼，你目睭哦对，其实这条做了袂歹，这条我做了袂歹哦，哎，看卖咧，哇，连刷两粒啦！哇，这个三垒手吼。连续2个失误，哇！伊家己嘛感觉一点仔懊恼啦吼。这个三垒手金门县的杨振伟来看卖咧吼，一粒8支，来看来咧。一粒粒新球嘛，讲是无讲介好势，嘿，是无好势吼。咱头来讲这个手拍吼，同惊就是讲你把它比出来，啊，你手的时阵吼，你结果起身。你目睭吼，你目睭就叮当，所以定定顶头下骹伫扑来扑来扑去，啊，这种的状况有当定定你球讲袂，第一你讲袂着，第二有当你也讲着，嘛讲了无好，变 fly ball 有当到害死队友。哦，咱个解说者就是讲，老师的意思就是讲，你的重心、你的膝盖啊，卖叮叮落落安尼啊，安尼是较无好势啊，所以你咱咧拍的时阵变讲，你的腿啊动。毋是你的身躯动，你的腿啊来做改变，你的目睭的线眼呢会较无共款。无共款嘿。你的视线啦，吼，你的视线，就是讲你莫去叮当着你的身躯，吼，你咧做，咱咧做这个手拍的动作，干那手的动作尔。你手收倒来吼，啊，你的身躯拢无叮当，你目睭拢无叮当，球看甲显啊拍对一般咱若做手拍拢是拍鼓路啦，拢是想要拍头家球。安尼迄个压打力也是讲密度啊会较好势啦，哦，准确度会较好势，你的成功率就愈悬。对，愈悬，对，啊，伊这是战术嘛，吼。对，战术嘛，咱头拄仔一直咧强迫讲，一定爱战术，爱成功，你较有迄个大量啦，吼，大量的机会啦。咱即摆看到金门县吼，哦，这个拿李教练讲的吼。因为第一任这个考试生吼，伊用球数实在有较多啦吼。即马换这个第2任洪家恩，哦，啊当然即马镜头看的就是这个18号吼，这个杨振伟吼，连续2粒失误，哦，伊嘛感觉非常的懊恼。但是不要紧吼，咱嘛爱甲跩囡仔鼓励啦吼，这么简单的吼，连续拍4工吼，实在是非常的辛苦啦吼。尤其因这个算为这过咸水，哇！这粒球，这咱头前就有咧讲哦，这场地加过去伫南华大学吼，迄距离是无共款的。所以你看嘛，一步头吼，就得分啊。所以咱拄仔咧讲，一开赛的时阵就讲过啊，这距离若愈远，你保守的动球就是相当的重要。是。啊，你动球若重要的时阵，投手咧肯定无负担啦。咱安尼讲就是讲，加一份帮助啦，吼。来，这球攻出去外野，哇！这个接无到，可能食力啦哦，可能2个走者拢爱倒来摕到分数啊哦。哦，这算一支清垒的2垒安打啦吼。所以有当咱咧讲这个垒上也有走者吼。有当外野伊要选择接球吼，你爱看卖咧，哦，你是毋是？这个敢有必要？
敢有必要讲安尼拼？你也讲往后壁的，我个人的看法啦，我个人看法就讲，这球互你接到嘛是失一分，啊，我甲你夺落来，互你一支安打，嘛是有可能甲他失一分尔啦吼。是不是安尼选择啦？吼，这请教一下李教练的意见。咱安尼讲就好啊啦，咱即马就是讲，你要去看分数，但是这粒你扑落还是你扑落落去心无着，就是后壁一定是2分3分入来。但是你要去讲，你若无扑的时阵呢，你可能入2分尔。你上杀度嘛是够有人。是。所以咧比较是咧比较这。是啦。因为咱安尼讲的时阵讲，你头前已经落2分啦，甲个搏斗失3分啦。但是你若这粒球搁拍出去的时阵，你若无挡喺头前，分数会一直入来。对啊，就变即摆变5分啊，等于讲这局已经搁失3分去啊啦。对，已经5分啊！啊，你因为后壁局数愈来愈少，你搁拍无对方的球，但一声就无好算啊呢。是。哇，过来啊！你看，哇，这个一个游击后壁安打啦吼，但是这个因为距离真近啊，所以这个李律的走者吼，李律的走者目前停第3垒。咱安尼看做这个利率的走者吼，因为咱唔知影讲这一神着袂，这100，咱安尼讲的种差不多会神着，佮差袂多的时阵。但是如果若神着，你可能相杀。但是你若讲来保守，就是讲你徛咧先看，较来走。对。尤其即马无人出球嘛，无必要紧嘛吼。对，无人出球，这台北市也有真好的机会哦。即马轮到第8番，17号张生基。张生基虽然一开赛就一个失误吼，但是打击袂歹哦。这个真无应该啊，吼，这来形成一个夹杀，一个3垒的走者吼，伫夹杀杀死，这个是啊啦，哇，这个2垒的走者。这嘛是莫名其妙啦吼！这无必要肯一定接入去吧？咱安尼讲就是讲，你咧夹杀的是中间呢。对啊。既然咧垒包上，你就无必要肯，你肯去垒包搏斗，有法度走去啊。但是你若接转去咧，伊个回到伊原本的所在嘛。是啊，伊这根本就无必要，无走者嘛无必要走，啊到尾啊这嘛无必要传，咱过来看者，这个走者是绝对唔对的啦，拍去杀到你哪会使？你那会使这个自杀嘛？吼，来，这个先out到吼，这个10号吼，10号就是这个陈安华吼，来，咱讲卖其实这袂负啊啦吼，这你袂负啊啦，无必要个加了这个垒包的。加了一地啦，然后加一个搏斗啦。nice 板豆。这点了真水哦，这个强迫出分哦，哇，这强迫出分是第8番的张生基，哇，这个开的拢乱去啊吼，这是真成功的战术吼。对哦，你看，你看，这个走倒来吼，已经走倒来啊。人讲强迫取分吼，强迫取分就是吼，不管你牵什么球，你都给点入去因为走者已经先起跑啊啦哈，点入去盖来啊，内底吼，拢一定有法度，因为战术教练已经甲万度的战术走出来，杀到这个。走者呢，一定是提早做准备要走本垒啊，所以你咱咧做慢度的时阵呢，这个打者吼，你甲点入去内底吼，不管你点投手啊、点一垒、点3垒啊，一定是成功的啦。是，但是你千万唔通去点一个平飞球啊，平飞球有可能就买一送一啦。这是点入去涂骹一定是2分的啦。咱头到这个。强迫出分应该是这个杨祖谦啦哈。哇，结果这个敢有必要啦？结果头垒。哇，咱头前一直咧讲倒手的打者，教练啊一直咧做这个。哇，这个这是即马这个大炮吼，即马这个应该是大炮，哇，要选择要看咧吼，辅助判决。但是我感觉真正咱头拄仔一直咧讲，你即马要做道理，我当然唔是讲袂使做，
但是你倒手咧拍的时阵，咱讲视线上，伊看了这清楚，清楚的嘛，啊，偏球的方向，伊嘛无去用动到，但是咱安尼讲就是讲，伊安尼视线无去用动到，成功率悬啊低，一定是悬的嘛，对啊，对无？所以咱是爱探讨就是讲，你做这个投率会使，但是时机点咱去选择是正拍的选手，唔是倒拍的选手。因为你正拍动的啦吼，对，动调的嘛，骹步无好势啊。即马即个三垒第三垒顶头的即个球员吼，这是有换大炮啦吼，是2号啦，因为伊即个球员吼，伊叫做张兴昌吼，即个是我较早的学生，伊古早拍过健康国小，啊，国中吼选择挑战即个科班，就走去拍代理。但是这高教差人群的，伊伫即个国中年放弃吼，放弃就转倒来即个西上高中的国中部。啊，但这囡仔会读册啦，所以你看伊转倒来凊凊彩彩，啊嘛是去考掉成功啊，伊是成功高中今年高三学生，啊这是我初会学生啦，所以我一看我就是，其实我看到伊的动作，看到迄型吼，我就知啦，大家就知啦吼，啊伊是正头倒拍啦。啊，较可惜的就是讲，其实体格袂歹，即摆这两看180公分，伊较可惜的就是讲，伊真后受伤啦，所以外号吼，古早一外号叫做疼人、痛人啦，不时咧入伤兵，教练较无爱用这种人吼，对啦，你定定咧弄到就受伤，我就莫互别人机会就好啊，我减少你，互你上场，有可能大炮、大打，拍一届收一届啊，比赛结束安尼，对哦。啊，无实在是哦，真正可惜啦，真正可惜啦吼。啊，这嘛不简单啦，因为迄阵算勇敢去接受挑战。无我讲因爸母嘛真开明啦，因爸母啊，这个囡仔功课做好，你哪会叫读这个科班的球队，科班的学校咧，棒球队就是代理嘛，代理国中嘛。好，来看卖咧哦，即马。应该是共阮压起来啦，压起来啊，压起来啦，稳数，伊安尼有较无，因为一方是拍有，一方是拍无啊。是啦，是啦。咱安尼讲的是较徛咧金门这边啦。来看卖咧哈，即马八大是1番嘛吼，来，好，来，实在是较无力啦，我讲伊这处理嘛处理无好，伊这个处理吼。无采你拍个科班的这个处理到尾啊，迄个感觉有小可客客。你因为我那讲的可能就是讲伊要闪迄个手臂丸啦，所以伊无去弄着伊走出啊。出去边啊是正确的，哦，你出是闪是正确的。哦，咱咧讲处理有当就讲，你已经袂有你要闪，有当你来出去闪边边。对。哦，你出去闪边边，你用手来摸。哦，一般伊这个伊是算讲。卡伫头前嘛，卡伫头前一般是卡着垒包，但是有当咱看到手臂员，而且咱会出去相边边，爱用手来摸来，咱看咧一球，哇，好佳哉，有接到啦，接杀3出局，但是咧台北市伫这局形成一个大局，摕到4分，目前6-0。5局下半，轮到金门馆的打击，咱看到这个2位投手肖尚远4局结束51粒球，对这个金门馆这个91粒球，你看前差40粒。好，这就差一只。体力上甲控球啦，就差足济啊啦。尤其金门馆即马咱拢头拄已经有讲过啊，伊目前无半支安打。也无安打。好，来第7番洪胜稳的打击。其实我认为即马金门馆嘛爱提防去互即个台北市甲你提前结束。因为咱这个赛制
啊，超过5局以上7分哦，7分的会来提前结束。哇，这个再度吞 K 啊吼！这投手啊，因为啊分数啊，已经啊来到6-0啊，所以啊牵起来啊，真正足顺手足的。顺手的吼。足顺手的，伊就是甲电甲牵入去就好啊啦。其实嘛免惊伊讲拍安打，你拍安打你来守就好啊啦。这个明显是一粒吼，咱咧讲的这个 high fastball 啦吼，一条绝的紧球吼，有拐到这个打者出腿啊，结果这腿啊有较慢，害到空气，就算一支大电风去洗掉啦吼。他拄啊，这个三线是这个肖雄万这场的第8 K， 已经送予这个金门县8张老 K 啊，8张老 K 员讲2副铁机啦，但是是归队的啦哈。对，已经是减一半的攻势去啊啦。是啊是啊，来第8分高碧特的打击。哇！你看卖啊，这球啊，球啦吼。哎，啊，当然有当咱这个镜头角度的关系，咱有当感觉会较外角，但是事实上吼，因为咱这镜头毋是正的啦，还有当是四线影响出处啦。哇！再度互对手挥棒落空，第9 K 咯。看卖咧吼，真明显吼，真明显，这个咱若看这慢动作，就是这腿啊完全带袂到这个投手的球速。第9分罗宏宇，互咱看到这个肖雄万伫第2局吼，嘛有单局 K 连3 K， 就是6、7、8，所以等于讲是这个第7分、第8分这2分。吼，2处的打击拢从4件的打击，这2位选手都摕到1副铁机啦，4张老 K 啊，就集中的啦吼。是，但是这都没翻车嘛吼。对啊，没翻车，因为伊的打击能力已经是无啊好势啊，所以啊，投手啊一直甲讲。哇，咱看到头拄啊，这个。我看到镜头吼，我这个我的学生，这个张兴昌，伊来代跑，但是应该是代跑随敢若走尔啦吼，伊手臂无咧手臂，我看到伊摕皮倒来，互这个就是对，摕皮倒来这个陈文忠啊吼，就是这个小道小熊湾，哎。哇，这个134公里，这一般这种社团，哇，咱看到这个金门这个八道看起来吼咯，有底无？这个老牛惊底袂着嘛吼，八道夹较底咧吼。如果你唔捌看过遮紧的投手嘛，夹较底有效哦。弗拉布1-9接杀3出局，金门县共款摕到亚能。6局上半，轮到台北市的进攻。台北市应该是轮到第2番，第2番看起来哪像有换代打吼，因为我看到这个号码加原本的第2番哪像无共哦。同款13号陈立敏，哇，陈立敏一起来领就讲一支哇，安打咱看卖。这应该有可能杀地，哇！一支
陈立敏一起来就讲一支三垒安打，三垒安打。哇，咱来看卖咧吼，看这个慢动作。哦，伊今日嘛拍了真好势啦。真好，这是今仔日的第三支安打。第三支安打哦，表示讲吼，伊的今日的状况啊，拢吼伫头前的这个翻车啦，佮后壁面啊拍了真好势啊。是是。第三发廖尚君，哦，廖尚君嘛袂歹哦。哦，廖尚君第二次、第三次拢是安打，敢若第一件的打席是一个二垒的角落，哦，来二垒的这个滚地球、涂骹球，一球嘛攻了真远，接到应该无问题啦吼。这高飞的牺牲打，哇，这就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强力中心棒处吼，伊应该有的能力啦吼。我三垒有队友伫咧，我只要甲球讲啊远，我就用帮助家己的球队摕到分数。哦，一球，这啊照棒球规则来讲，哦，这就是一个成功的高飞牺牲打，无记打数，哦。但是咱安尼看吼，迄中间数就无必要过去迄边啊啦。是啦，哈。哦，对啊，咱外野咧新球是你爱有空间等去牵登来本垒啦。但是这粒球是因为伊接到球甲牵。但是你爱想讲，我爱接到球了，随时爱牵，这是无共款的。这已经接两三步，你根本就袂负啊。是，啊，这种的就讲啊，佮接到吼，来这扣球接到是第四发张先庭。咱讲的就是动作的连性，你的连性愈好的时阵，你表示你的动力也愈好啦。对啦，啊，这个线打吼，你过去对，但是你爱伫后壁啦。对。你莫甲动的，你伫后壁保卫就好嘛。好，你讲万一有可能伊接无到，我伫后壁甲保卫吼。其实咱看的画面吼，咱来甲观众朋友解说，就是讲目前出现的状况，咱要去做临场上的做感觉，啊，甲恁个说一下说明啦，说明咧，对，吼，大家看讲。看球有法度更较内行吼，啊，包括讲有一寡规则，有一寡技术面吼，有当讲啊你啊伫电视机头前，有可能是阿公阿嬷吼陪孙仔哇这球，哇，保手紧球球啦，这是啊，这已经走到三垒了呢。保手你创啥货？哇，这是换球的状况吼，换球的状况，这个。换球，所谓换球就是讲比赛进行中啦，啊死球就是比赛停止。譬如讲这个法律帽，哦，还是讲跌到人这种的吼，迄暂停你安怎走拢无效啦。哇，这个球是安怎保守？啊，这是来讲的，投手嘛爱经过去本垒帮哦，啊，买去保卫哦。对，你爱个顺带你要甲个指挥啦。对，因为你投手也无去，保守搁伫遐。这个三垒蛮继续冲呢。来第五发，哦，这应该是换代打，咱看到1号啦吼，哦，1号苏凯瑞，哇，苏先生，这个苏凯瑞嘛是我的学生啦吼。老师你安尼真正看你一日，你就知影咧吼。所以伊是这个永春高中吼，我无直接教伊啦，伊拢会缀我较早带去介绍去读家己永春高中的同学吼。啊，走来，伊这算我那真，吼，我感我那真有心啦，吼，因为因无教练，啊练球吼人少，爱得甲伊的同学讲，啊你较早过去介绍的教练，伊即摆咧带雷山，啊我咱会使来甲伊做伙练袂？同齐练较济人较好练嘛。啊，这个吼，这个嘛是有球底，哦，这是。较早捌拍过中安的，哇！你哪会拍这种球咧？哇！个老师对伊的期望足大，啊来拍这粒球。三垒有人，啊你拍这粒一点仔作用都无，一点仔建设性就无啦吼。啊，这吼，你看拍后投手，你三垒都无一定袂当啊。看你出色才好啊，老师啊，真正看你安尼拍真正。今仔日这个，来，咱来看卖咧，小岛接到。团一队3出局，但是这局台北市再踢1分，目前7-0。
6局下半，欢迎继续收看公司台语台所转播的2023号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今仔日转播的是季军战，咱即马比赛进行到第6局，咱看到头前的数字7-0，哇！这个金门关这局的进攻，来，咱来看卖咧，一球攻出去，哇！一个 nice play 啦，哇！这个球了够水的吼，这个9号吼，这个黄小安吼，定手这个中外野。甲这个可苏成这粒有可能形成安打的球，没收一出局。咱这比赛规则吼，咱有提早结束的规定，咱来看卖咧。哇，这第2分，哇，第1支安打总算是出现咯，破两啦吼。嘿，头前吼一支安打都无啦吼。来看卖咧，咱看到这支拍去倒外野方向吼，这真标准的一支安打。打得真好啦。嘿，来一球，这个肖尚远吼，伫头前5局无互对手讲出任何安打吼。但是这个金门啊，想办法啦，莫去哦啦。对方啊，提前甲做结束。是，咱看卖咧，中外野走，有机会。咱看这个走者，冲，哇，挡第3，哇，结果这算一个失误啦，卡多布咧牵了无好势啦。卡多失误，哇，这金门关这分非常的重要，吼，这分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分吼。加分差扭变6分，哇！这个咱看到第3番洪冠优，这球攻了有够水的吼，攻去到这个中外野右外左外野中啦吼，着空。咱安尼讲就是讲吼，为什么咱头拄啊老师有讲吼，动去三垒，但是呢，搁走动来分垒，就是因为吼外野手牵着摕着球了要牵着内野手呢。牵一下无好势，咱定定讲较多扑咧，你爱牵到头前迄个有法度神啊，神到了开始当做动作，但是你牵过头呢，伊就有空间走本垒啦。对，嘿，哇，咱恭喜着这个金门关吼，这分吼非常的重要，来看保守，哇，这接了真水吼，这个咱讲高中社团的这种 catch fly 吼，咱讲保守这个。后壁的这个foul ball吼，这界外球非常的歹处理。对，因为有倒架啦。倒架甲接球吼，真正无好者。所以咱保守你看嘛，伊第一时间呢，一定向本垒后壁走。是哈。伊的面呢，向外口，你袂当向内底啊。咱向外口的时阵倒架拄啊好啦。这个马斯库吼，就是讲咱这个面具吼，爱紧脱掉，吼，伊的视野才会看，球甲看会清楚，吼。但是脱这面具吼，咱定有当时啊吼。起来时阵吼，弹去的，我当主审嘛，拢去弹着主审的啦。所以主审吼，咱来看时阵吼，有当时爱较注意。爱较注意一点。来，这个肖尚远，伊应该感觉有点啊懊恼啦吼，不但是这个。不但是这个吼无安打无去啊，甚至嘛失分。对啊。来是讲不要紧啦吼，这个学生棒球吼，帮助球队摕到胜利，确实同重要啦吼。个人的表现在基础啦吼，有当免发在意吼。对，但是因为就是吼配合领导配合啦，就是外野迄个球如果若是讲新了好了，拢无这个问题发现啦吼。是。哇！这个由进队3胜出局，不离个金门关这局总算摕到1分，目前1-7。7局上半，轮到台北市的进攻，
咱看到这个金门关，这个中外野手，哪曾是老片飞呢？我看伊正平，哇，这是真拼死啦！啊，可能嘛是因为球员无够啦，吼，啊无安尼拍甲老片飞啊，搁压咧手，哇，这球搁攻击的所在，哇！看到迄个嗰两条白白卫生纸牵咧遐，哦，卫生纸，这个讲安打的是第7发，但稳中，哇，这精神真好啦吼。精神真好啦，但是咱这吼，咱在咧讲华语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台语叫做无米搁断着轮家，吼，在咧可怜啊，啊，个球个拍去我遮，在咧可怜啊，搁拍去遐去，啊，去有镜头个翕着，因为这个有录影的。迄啊接杀迄卫生纸可能落落来，你知道？哎，接杀迄个可能会落个卫生纸可能会落个啊。哇，这话啦，精神可嘉啦吼。嘿，啊，来刷来连到第8番，第8番换台打吼。即马看到号码是4号，好，因为这是最后一场比赛吼，单位凯。最后一场比赛啦，所以一寡人会派起来吼。这高三哦，这个单位卡嘛是来自成功高中，这个应该就是甲头前讲的这个张兴昌吼，因同款是这个成功高中，这届这台北市 A 吼诶明星联队有过来成功高中的学生哦，以及这个球队哦分别来自上山、江龙、永春高中、成功高中、木沙高工、金门高中、南港高工、和平高中。吼，甲到即个私立大同，这个是一个三色咯。因为一队有走者哦，所以这嘛无啥物哦，其实嘛无完全嘛无落伫涂骹啦吼。所以是受到这第2任的投手吼洪家温的三色。因为啊，到后壁即摆已经7项啊，啊，这个投手吼可能吼，来看卖咧，哇，这个啊，你个传奇啊，人迄在咧可怜啊，你看咧就鼻孔在咧钱卫生纸啊，你保守你嘛较差不多咧，你这个球个传欢喜，这算一个偷垒的成功。台北市啊，即马目前一直咧换迄个推手的，表示讲吼，因为甲7局啊，这个佫是同尾1局啊。啊，当然啊，教练的希望啊，大家拢会大家我得上场啦，上场拍一届啊，但是好歹就是看选因啊，安怎去控制，伊有法度拍到球无安尼啦吼。第9番杨祖谦的打击，杨祖谦伫第5局有拍一支内野安打吼。一球其實是拍歹球啦，吼。拍歹球。啊，但是這嘛袂歹啦，伊這算2粒好球嘛，吼。伊可能認為伊有可能好球啦，吼，2粒好球你，咱李教練講的，無至少你嘛甲拉掉，結果這球，吼，有拉掉吼。花曼都拉掉呢，厲害呢。但是这是落差有較大。對啦，這差傷濟啦，這真明顯的歹球吼。對啊，真明顯已經咧本壘板頭前啊，啊你佫甲拍去啊，真正你看連投手都偷笑啊。偷笑啊！我講這有當吼，咱咧講的講這唔通作數啦，你看。哇，共款的球種佫甲拍一屆啦吼。是，三振吼，連續摕到2個三振，洪家溫2出局，7局上半。這應該是因為台北市即馬7-1，這應該是台北市這場比賽最後半局的進攻啊！再來輪到第1番黃少安，哦，黃少安今仔表現袂歹，今仔日有2支安打，啊，佫有一條外野的迄個啊，出球接球啦，是吼，伊這個精彩手臂，哦，這是3支安打。黃少安啊，黃少安的打擊，對啊，你看我記得較正確吼，2支安打毋是3支安打，頭拄仔即個轉播單位吼，
扛的二卡扣唔对，我讲我小可怀疑讲，这咱记敢会去记唔对去安尼，嘿。有当时啊，咱记录吼，甲咱出嚟的字条拢无啥共款啦吼，所以咱随时啊做变化啦吼。对，而且记录组因的认定有搭甲咱本身的认定的无共啦。一般学生棒球的认定吼，因拢会掠较快。对，有当咱25，伊认为是安打。来2条球，我一球攻出去，看卖咧，哇，佫是安打，哇，你这。哇！这个胜达实在有够可怜的啦！你在咧流鼻血啊，球佫拢往你迄边讲吼。这个陈正刚实在是做无用的，咱看卖咧吼。这球攻出去吼，攻到哦，这真标准的安打啦。对，真确实就要求讲拍到9点，啊，打你都拍出去安尼啦吼。哇！这个台北市再添1分。所来轮到第2分，陈立敏会打击。哦，陈立敏3支安打哈，一球，哇，真水哦！佫是2吧，哇，这个啊，胜达你实在有够可怜的啦，你实在有可怜啦，你讲。一支3地吼，3垒安打啦！哇，这个陈正干实在有够忝的啦，球拢会去吹啦吼。咱讲一个来参考的我是教练吼，我有可能我也对调一个，就算我无人啦，我嘛对调一个啦。比如讲我甲调去right道，还是调去 left 道啦。嘛是拢会使吼。哦，啊无你看你有够可怜的球个，在咧流鼻血啊，球去往你迄边拍，啊搁拍2吧，哇，这实在是吼。来第3分，来第3分，廖尚君的打击分数嘛已经拍开啊，所以啊，这推啊手啊看面啊，球来啦，大家拢想要拍。是，嘿，只要好球就拍，只要好球就拍啦。其实免想遐济啊，因为2人出局啊啦，吼。廖尚君2支安打，这头前3番吼，拢真厉害吼。来这球。哇，佫是安打哦，这届无啊啦吼，这届嘛是佫爱胜达去扣球，这是安那？哇，这个left道这个球无砸到，算讲佫加送互对方一块垒包啦吼。因为拍的方向拢是拍中啊啦，所以你中啊爱去卡巴的正边卡巴的倒边。是啦，你来看吼，来，咱看这拍去left道。第一个时间无砸到，啊！你看，佮抄到咱这个陈正干，吼，这有够可怜的啦。好佳哉无换，我头拄咱教练换去咧辅导我，哇！球不来啊！换去咧，讲去倒位？球会吹人啦，球会吹人啦吼。来，哇！等到这个第4番今仔拢无表现哦。第4番张先庭前4次的打击吼，拢无任何安打。哦，伊打上垒包是一件，有2件打上垒包啦，一件失误，一件迄个吼 hit by pitch 死球，叫球跌掉。来，即马2垒顶头有廖尚君，吼，咱其实今仔台北市吼成功的就是第1番4安打，第2番4安打，第3番3安打，第1番更正，第1番3安打，吼。第2番4安打，第3番3安打，等于头前3番有10支安打啦。这恐怖的呢，佫拢有长打吼，对，佫拢有长的吼，毋是敢若短尔。对，拢长的啊，所以咱若咧看就是讲，攻击若是集中咧连贯的时阵，你的分数就可能食大分啦。对，来看，哇，拍出来啊吼！啊，佫先打，佫先打啦，哇，真是。因为咱即马分数拍开啊吼，所以你安那拍，不管你敢哪来看，就是讲哦，即条球只低，伊嘛是拍安打，佮拍到遮水。是啊，哇！咱看卖咧，咱为中线拍去吼。咱就讲吼，即个安打会呛起来了吼，爱呛起来较有法度得分呐，较有法度入分。哇！即马底无啥定，换投手，换即个
18号杨振伟。哇，这7局搁变一个大局，搁入4分啊！目前11-1，台北市已经是赢10分啊啦吼。注定是结果论已经出来啊啦吼。赢10分，你也讲伫一般讲伫第6局吼，就已经自即个第4局啦，第4局就我都提早结束啊啦。3局15，4局10分，5局7分。后尾啦，咱嘛是，我看即个金门关仔囡仔吼，嘛是拢面带笑容吼，放下轻松。其实恁已经非常的了不起啊吼。对。即个10支球队吼，恁有法度落入去4强，我嘛感觉哇，即个看到即个中华遐即个陈正感吼，咱是爱甲拍一下扑啊咧吼，咱是爱甲鼓励哦，即个吼非常的了不起，勇气可嘉啦吼。是。但是这个金门关的教练敢正经bench内面无人啊，真正嘛有可能啊，毋是讲无。对啦，无人，你嘛莫一直好伫遐较头无用的啊，你嘛应该调去，比如讲无你甲调去调去正外野，或者是啦吼，或者是有的内野手吼，嘛是我都守外野。小替换一个啊！小替换一个啊，对唔？来，这应该是有换台打吼，我看这个号码吼，因为本来是换这个第5番吼，本来是应该是这个苏凯瑞啦吼，就是我教过学生，即马伊可能拍迄个教练真无满意啦，即马换这个郭仲温成功高中。成功高中学生，其实成功高中这支球队伫台北市吼，台北市高中社团的球队来讲算强队。第一因人多，第二因拢有一定的训练量。一定的练量有够得当。哇，终于3胜结束了这个半局，哇！但是台北市目前已经11-1，遥遥领先10分。咱即马来替这个金门关伫7局下半继续加油咯！7局下半，金门关最后的进攻。其实咱看这场比赛金门关。要挽回机会已经是非常的少啊啦吼！但是我请教一下李教练啊，是你敢会感觉讲有必要吼，这个肖尚远这位投手继续？但是我的感觉是讲吼，因为今日伊的粒数嘛无讲介济啊，你换起来打投手嘛无一定吼会当接近的啦。咱讲啊，分数开去，咱去换迄较准的，去你教。我是感觉会使互其他的，会使但是教练的考虑就是讲，伊可能就是讲，伊今日肯的内容肯了袂歹，还是讲，比如讲啦，就是可能就是讲诶，这个选手要继续肯，嘛有可能啊。等下咱即马看这个镜头打击的那算是陈正安哦，来看卖咧，应该是哦。你就有够趣味哦，无错，陈正安，但是因为你看伊鼻胃无咧流啊啦，卫生纸摕掉啊。哇，这陈正安这名选手好啦，原谅伊啦。因为这老师在讲考虑就是讲，咱会当换人去试看卖啊。是啦。但是换人去试看卖啊，可能这个后壁投手嘛无法准啊。我是认为加磨练啦吼。对啦。就算我讲，就算互金门关佮摕5分嘛是啊赢咧啊。洪胜稳，因为我感觉有较无意义啊啦，因为你就知讲对方拍无你的球，吼。你搁囥即个投手，我是一直认为讲即个高中社团组的即种的吼，我哪有带有即个以球会友的精神啦吼，无必要你讲正经甲哪阵讲甲对方饲咧涂骹拍，对，你都已经赢10分啦，敢有必要搁互即个投手？你头前足明显的啊，尤其这
你看嘛，自第六番开始拍，这嘛拢没翻册啊，对啊对啊倒不如讲派一个吼，其他的投手来。老实讲，安尼嘛是有理啦，吼，搁较人会机，搁较侪人去就。我是安尼讲哦，大家做参考啦吼。但是咱的参考吼，就是互教练做意见啦。是，无一定对啊，但是对操控的嘛是咧教练的身上。是吼，决定权是因啦吼，啊，但是因为我先甲李教练讲，吼，我本身我嘛带高中社团的球队，啊，李教练你嘛有咧带这个社区吼，社区社团的这个国中还是国小的，啊，其实咱拢是这种精神啦吼，吼，较侪人尽量互因上场啦吼，尽量互因上场吼，啊，有当咱讲。这个变质吼，愈坐愈冷啦，对，愈坐愈冷啦，失去迄个热情啦。是，嘿。因为教练拢无爱叫我入场，我嘛会失去迄个热情，想要上场啊，一抓路怎远为台北饼到嘉义，吼，是不是？啊，一球讲出去，咱看卖咧。哦，安打吼，咱讲出安打是第7番洪胜文。所以啊，这支安打拍出去了，因为分数嘛是甲11-1啦。是。啊，一人出局，我其实这点嘛会当走离队啦。是。但是你走离队，互你个细无嘛要紧啦，吼，嘛有可能是出局。但是呢，就以保守的状况下呢，一般咱是袂拼啦，一般是袂拼啦，无意义啦，无意义啦，互你拼过嘛是。你也讲即马吼，即马是白手，还是1分差？对，这啊，咱若做一队的指导教练，咱就叫伊拼啦吼。所以定定咧教阮迄个社区的囡仔讲吼，咱分数够，咱莫个拖累。啊，咱掠出局数，这就是教练的用意，就是讲莫去吼即个鄙视对方啦，莫甲你得莫甲看到一直要甲站落去，你要有一点仔尊严。咱有当莫甲对方糟蹋啦，对。即马金门县这个第8番嘛派上台大吼，12号刘佑实，或者有当咱咧讲就是讲棒球的不成文的规定啦吼，这个叫做 unwritten rule， 就是华语讲不成文规定啦，大家拢知影讲有这个规矩伫咧啦吼，啊，这算讲虽然无形成讲。伫这个规则顶悬有写啦，大家拢有一个咱讲默契啦，吼，拢会知啦，来台大吼，12号刘佑实来打击，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半局，哇，这个结果是一个三振啦，吼，2出局，即马大手啦，吼，15号。10号就是这个，咱看咧吼，这个7局下半2出局，哦，这派上台大这个林金文，林金文是我那成功高中学生吼，来，看嘛咧，即啊这打者7号应该嘛是台大。咱甲各位介绍一下吼，7号这个叫做李碧嘅，李碧嘅这球攻了真悬，一粒发了无？比赛啊，进行到即马目前啊7下啦，所以啦，目前啊投手啦就免想遐济啊，一直甲牵落去啊啦，因为你即马比赛已经决定啊，就是掠出局数啊啦。看卖咧，球。是搁一粒发了无？这有哪咱咧讲啊，这个2出局吼，啊派你起来大手，这个咱就讲叫做跑龙套啦吼，啊但是起来有当讲起来体验一下比赛感觉嘛是袂歹啦吼。对。临场感啦，甲迄个对球场吼，大家迄个落去球场的感觉是无啥共款，是啦吼，所以享受这场棒球啦吼。是啦，所以咱头先讲这个林景文吼，林景文甲派起来大手吼，好体验一下。头先咱有看到台北市吼，伫防守嘛做一个调度，7局下半吼，2人出局，2粒好球，金门县最后半局的进攻，看卖咧，一球拍出去，咱来看卖咧，李李手接杀。3出局，咱恭喜着台北市摕到这届比赛的冠军，
咱即马赛后，请咱这个李教练甲咱做一个赛后的感评。李教练，今日这场比赛啊，台北市的投手啊，牵了真好势啊，12届的三振啊，几乎是控制规场的比赛的节奏。但是咱安尼看咧，就是金门县呢，因为搭前4局的部分呢，是因为2-0。这个状况咧，到后壁的时阵，先发投手甲换来了后咧，后壁继续一直甲崩盘咧，因为就是可能投手的能力无够造成的结果论。多谢李教练的感评，嘛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咱后礼拜要来继续观赏这届比赛同重要也是同精彩的冠军战。感谢各位伫礼拜下晡陪伴咱大家，我是吴国洲，咱后礼拜再会，谢谢。